星期二，洛杉磯縣議會表示支持兩項州法案，旨在現代化同埋擴展稅收優惠計劃，以應對製作外流嘅問題。法案將會通過多項措施，修改現有嘅稅收優惠要求，包括將基本稅收優惠率從20%提高至35%，增加對獨立製作嘅激勵，並擴大對合格電影嘅定義。同時，法案仲將會賦予加州電影委員會更大嘅靈活性，喺唔同類別之間調配稅收優惠資金，以滿足需求。洛杉磯縣議員 Catherine Barger 同埋 Lindsay Horvath 表示，影視行業喺洛杉磯縣嘅經濟文化中扮演住重要角色，但係目前面臨前所未有嘅危機，製作活動同埋就業大幅下降。動議中提到，其他州同埋國家通過吸引人嘅激勵措施，對製作機會展開激烈競爭，加劇咗呢一趨勢。該法案將會延續洛杉磯縣對影視行業嘅支持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